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。今仔有两位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3章11节，甲罗马人书第12章第9节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11节，伫白话语圣经223面的所在。人也着端庄，无诽谤，无好酒，凡事忠信。罗马人书12章9节，第白话语圣经182页所在。听着无假，万分歹，千分好。以上，这是咱要写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迦南文化的真相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要听阮贴的上帝，阮感谢伫顶礼拜过活节，阮全教会组织，伫遮来领受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欢喜、甲平安、甲喜乐。阮也有兄弟姊妹伫遐来告别因的信仰，接受洗礼，成做基督建立的人。主，阮献上欢喜甲感谢。主，阮也伫今日搁一届组织伫你的面头前，愿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通过你的话语，互阮得到更新，互阮得到医好，互阮得到平安，也互阮得到真理的启示，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进入上帝你所应允的祝福里面。祈祷恳求，感谢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的教会对2005年开始，就来做尼西米52的操练。05年是敬拜人生，06是团契人生，07年是侍奉人生，08年07年是成长人生，08年是侍奉人生，09年是宣告人生。去年2010年，咱用和平使者 （Peacemaker） 来成做咱属灵的操练。经过这6档的操练，我相信咱真侪兄弟姊妹有得到真大的帮助，甲得到真好的学习。咱伫今年的开始，其实伫去年底，主任牧师伊就有看见讲，咱的教会要来建立一种的文化。这种的文化，咱来叫做迦南文化。这个文化的用意，就是讲，咱希望咱的传福音会当讲道理。总是上好的传福音的方法是啥？就是建立一套的这个文化，建立一个文化。因为你伫这个文化中间，不管你是有信上帝、无信上帝，你有接受耶稣也无，总是拢会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。所以伫咱台湾古早遮的传教士来时阵，因拢是来改变咱台湾的文化。比如讲台湾教育的文化，伊来甲伊改变；台湾这个白卡的文化，伊来改变。不管你有信上帝，你拢来接受这套的文化，然后你就得到上帝祝福甲改变。所以咱伫今年初，咱就来开始来画这个迦南文化，有5项的这个口号：真实、感恩互人、和睦创新、真诚感恩给予、和睦创新。咱来方便大家当记忆。所以咱来说对这个几个字叫做真感给、和睦创新。好，咱这位来讲一解，真感给、和睦创新。好，这5项是多5项？真实。好，咱来复诵一次：真实、感恩、互人、和睦、创新。这5项就是要成做咱学习的目标。点在这5项，毋是咱另外搁来创造出来一个口号，是咱对这过去这6档咱所经过的操练，甲咱的学习，咱来整合整理起来。所以咱会当咱伫咱今年咱的教会后壁这个礼拜堂2楼这个外口这个壁面，然后搭这5个口号起入。总是今日你若来，你有详细看，还是目睭较来，你会看见讲这5个口号下骹佫有加这个解说。好，加一个圈圈，每一个口号拢一个圈圈叉叉。圈圈就是伊要强调的事项，叉叉就是伊要拒绝的事项。所以咱今日要进入头一个文化的学习，就是真实、真诚，
咱过来用台语，将咱今日这两个圣经节来读一解，也着端庄，无诽谤，无好酒，凡事忠心。罗马书12章第9节，听着无假，怨恨歹，亲近好。这是咱伫这两个忠实、真实中间，咱所互咱主要的圣经节，也成做咱学习的目标。伫这个真实内底，咱强调有4项代志，就是爱强调正直、强调忠心、强调诚实，来强调准则。要对抗的是什么？对抗的就是虚假、谄媚。台语要安怎讲？我来现这个台语汉日本哦，这句字我这个字较少咧念，叫做谄媚、谄媚，谄媚、谄媚，甲巴结要来对抗谄媚、巴结。传舌的台语要安怎讲？伫圣经内底讲叫做訛话的人，訛话的人。还有一个是叫做世界讲人的长底，世界讲人的长底。咱要对抗的，就是要来对抗这4项。所以，咱会当伫真实的中间，咱来强调这个好的，这个无好的虚假、谄媚、巴结、訛话的人，咱来对抗伊，莫成做这款的人。这都要建立这个真实、真诚的文化。咱大心要来对这个真诚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说。伊的定义是啥？真实就是表里一致、心口合一、表里一致、心口合一，然后再用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。咱的内底甲咱的外口是同款的，咱的嘴所讲的，甲咱的心所想的是同款的、一致的。这有简单无？对有的人来讲真困难，对有的人来讲也真简单。迄简单真困难是讲，因为知影伊也表里一致，检测伤害别人，也是伤害家己。伊也是真正真困难，真困难是讲，咱要去安怎互人会当表达，看见咱的真实，总是咱毋是有这个歹意要去伤害别人。有时你看到人做毋好，做毋对代志，你要甲伊讲，但是佫惊伤害拍歹即个关系。所以咱要有一个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情。咱用华语来讲这个定义，读一解：真诚就是表里一致、心口合一，以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。我在经历做4项，这4点咱要强调的，甲要对抗的，来真做建立起来。头一点，真实就是爱拒绝假好、假冒伪善。选择处事爱公正，真诚要拒绝假冒伪善，选择处事公正。假冒伪善，伫圣经内底叫做假好的人。咱爱拒绝真做一个假好的人，爱真做一个公正、正直的人。若讲到假好的人，伫圣经内底上出名是甚物人？法利赛人，甲遮的文士，因就是圣经内底公认遮假好的人。为什么法利赛人遮的文士因会失去因的真实，失去因的真神？伫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到29节，我用这个是和合本的修订本，和合本的修订版。这个版是去年的9月才出来。伊内底将咱的和合本，来翻做较即马现代文字，然后将这个圣经也翻译较白话，咱会当听有。咱的台语也开始咧做这个现代台语的这个翻译，总是还袂好，所以我用这个和合本，我用华语来读，咱来听伊的意思。耶稣底下讲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！你们将薄荷、茴香献上1/10，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你们反倒不做，这原是你们该做的。耶稣又说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有祸！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满了贪婪和放荡。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里面，好使外面也干净。耶稣又说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！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对外显出公义，里面却满了虚伪和不法。第4节，耶稣又说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有祸！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装修义人的墓，说在先祖的时代，我们必不流先知的血。
以上伫遮所讲的，耶稣讲着遮法利赛人、遮文士因的假好，是因为因随往行圣经内底的律法，圣经内底的诫命，因拢遵守，爱安息日、爱奉献、爱11的献，因拢有遵守，甚至连这个因所建造的这个香料，上细汉的这个香料，因拢1/10献予上帝。但是上大条的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因却无做，因拢做遮贪心的代志，放纵家己的私欲，来做一个假好，行无合上帝法律法心意的事。所以甚至因流先知的血，也流耶稣的血。所以法利赛人简单来讲，因拢是收这个外口文字以上。总是伫咧文字内底背后的意义，因却无好好来思考甲遵守。伫咱今日台湾的社会嘛，走行即款型，就是伫讲法律顶头我拢无犯法咯，伫法律顶头我拢无犯罪哦。总是伊内底咧掺的伊的私欲、伊的贪心，别人一看就知啊，这拢是咧骗人的啦，这拢是咧假好的，嘴咧讲一套，总是伊无犯法。法利赛人是真做即款的，今日伫咱的教会，咱会出即种法利赛人无？咱要安怎来拒绝即种的假好？以赛亚书第66章的第30到第40，安尼讲，因选择家己的道路，欢喜即个通可恶的事。所以上帝讲，我讲话因无要听，颠倒做我所看做歹的事，选择我所无欢喜的事。所以今日的法利赛人简单是甚物？就是讲因做可恶的事，搁有因上帝已经讲啊，因无要听，颠倒做歹事。所以不管伫教会中间、伫社会中间、伫咱的国家，教会有教会的法规，社会有社会的法律，国家有国家的宪法。这个法律检采，伊拢是一个法律，但是咱搁爱来遵守。就是爱听上帝的话，最好的事，虽然检出来咱合法，但是无合上帝旨意。所以咱爱搁合法，嘛爱合上帝旨意。所以请甲你隔壁兄弟讲，咱爱合法，嘛爱合上帝的旨意。咱爱合法。所以咱伫法律顶头、律法上，要来保持这个真实。马太福音15章，耶稣予咱一个真好的教导。耶稣伫遮来讲起犹太人法利赛人友好父母这件事，友好父母这件事的顶头，耶稣安尼讲，法利赛人因讲已经对父母做了奉献，有钱来甲因邀请，所以就会当免继续来孝敬伊的老爸。耶稣讲，这就是恁照着传统来废掉上帝的话。所以耶稣佫讲，假好的人啊，以赛亚所指着恁的预言，安尼讲，这个百姓因嘴唇尊敬我，总是因的心却疏远，因将人所命令的当作教师教义来教导人。而且耶稣讲着3个对照，头一点，这个法利赛人因遵守过去遮所流传的传统，却无爱上帝的道理、上帝的话。耶稣意思毋是讲传统无好，传统莫伫单调。耶稣是讲，恁遮的法利赛人，敢看到传统，却无爱看上帝的话。然后佫讲，遮喙唇讲了足好听，唱信息唱了介大声，讲上帝，我要听你，我要学了你，我要服侍你。我一世人要跟对你，但是心内敢真正有安尼想？第三，恁将遮个过去遮个人所命令的规条，摩西留互恁的律法，当作教示，但是无去想着上帝教示咱遮个律法、教义、教义是甚物？所以恁的敬拜也是枉然，也是枉然。而且耶稣毋是讲传统无好，喙所讲的话无好，唱信息无好，还是讲遮个规条，
这个面临无好，是讲你爱守传统，但是爱搁较守上帝的话。你嘴唇大声呵咾，总是你的心爱阿门。你要守人的命令，你知影这命令后面上帝教示是甚物？伊的教义是甚物无？这是咱爱搁去思考的。所以咱要真实伫律法顶头，咱就爱看重上帝的话，爱用心去体会，然后爱去思考上帝教义，爱拒绝假好，爱选择处事公正。这是咱头一点真实爱来学习的。第二项，真诚拒绝甜言蜜语，选择持守到底。爱拒绝这好听的话，咱就爱选择上坚持到落尾。拒绝好听的话，选择坚持到落尾。伫圣经中间，上有智慧的王是倒一位王？所罗门王，伊上有智慧，伊也是上有钱财，上有权势。上帝伫地上的国，以色列国上兴旺、上强大，就是伫所罗门王迄个时期、迄个时代。所罗门王是互上帝所拣选，智慧、钱财、权势，哇，拢伫伊的身上。所以伫迄个国家中间，真做以色列国的遮个百姓，大家拢真骄傲，毋是讲骄傲，真感觉真有福气，行路有风，互人看会起。总是即个遮有智慧的王，伊的落尾是啥？伊的落尾就是遮个灾厄、遮个患难，一直煞到即马，2000年还未煞。安怎讲？伫箴言第6章20节到26节，这是所罗门王伊家己所写落来的话。箴言第6章第20节安尼讲：我的囝爱遵守你老爸的命令，毋通弃杀你爸母、你老母的教示，就爱藏伫心上，绑伫你的阿妈棍。你行路，命令要引带你；你倒咧，命令要保护你；你困醒，这命令教示要甲你讲话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教导是光，管教的责备是性命的道，要保护你，离开这邪恶的妇女，远离这外邦的女子，这谄媚的子。你毋通因为伊的水湿来心动，也毋通目睭皮，互伊硬，互伊勾起。伫遮所罗门王伊家己写落来，就是讲爱一个持守到落尾，毋通接受遮好听的话。所以伊讲爱守诫命，毋通离开遮个教导，才会当保护你来离开遮个邪恶，甲遮个谄媚，毋通心震动，毋通去互伊勾起，毋通去互伊勾起。总是咱来看即个伫列王记上11章，到底所罗门王伊发生啥物代志？列王记上11章，所罗门王伊带法老的查某囝以外，搁带摩押的女子、亚门的女子、以东的女子、西顿的女子、赫人的女子，伊搁带真侪无共款国家，遮个女子拢带落来。上帝已经甲伊警告啊，你若甲伊伫咧，因会诱惑你的心去跟对因的上帝。总是所罗门为了听，即个听是私欲的听，去跟对遮个女子拜因的上帝。所罗门王带700个公主，带300个妃嫔，遮1000个女子就来谄媚，来引诱所罗门王。所以到所罗门王年老的时，现在伊搁较有智慧，现在伊搁较有关系，总是伊的心袂堪伫引诱，军队遮1000个，毋是毋拿1000啊，几千个遮个女子去拜因的神明，离开上帝，互上帝大大生气，讲你的国要拆做12地，然后你的国家要分做2个，要将你的国家交互别人的手头。所以一直到今日，即个以色列即个国家
分开合起来，分开，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，拢是因为所罗门王伊袂当持守到落尾，伊无即个真实。虽讲伊有智慧，总是无即个真实伫你的内底。今日咱会亲像所罗门王共款，拄着遮欠米的事，有人甲咱引诱，遮好听的话，互甲咱使人无？犹大书16节到17节，安尼来讲。犹大书讲，遮个人因欢喜，因爱埋怨，然后常常责怪别人，佮随从家己的情欲、私欲来行，嘴内爱讲夸口的话，为着家己的利益欠米别人。教会内底，咱有拄着遮爱埋怨的人无？拄着大汉世事，就是拢埋怨，袂晓感谢，拢伫遐咧发牢骚。然后有责任有出代志，就讲啊，这拢是伊的毋对，拢是伊的毋好，将这个责任撒去别人的身上，看袂到家己有啥物责任，然后做代志，照家己的欢喜、家己所爱的私欲、情欲来行，嘴内爱阁讲遮夸口的话，来委托自己的责任，推脱自己的责任，为着家己有利益的时阵，哇，紧来去甲伊巴结。紧来去甲伊使人，紧甲伊欠米别人，甲人加好，这是上帝所讨厌的。伫教会中间，咱也嘛爱拒绝遮个事，毋通亲像遮。所以犹大书后壁佫讲：亲爱兄弟，恁着爱伫至信的真道顶头造就家己，照着信心来祈祷，保守家己，常常伫上帝的听内底。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来进入到永远活的生命。咱爱瓦靠信心，爱保守家己，爱伫至信的道理顶头来造就家己。所以，咱教会对顶个月开始来即个百日的读经的运动，咱有300几个兄弟姊妹报名来参加，就是讲对4月初3到7月11，咱要连续100日要来灵修。然后，佫有50句，这圣经集要来遮背起来，真做咱的帮助。这毋是要来管辖咱、规定咱、哇强迫咱，是要帮助咱、造就咱家己伫遮至信的真道的顶头。所以，咱就爱彼此来劝勉，彼此来勉励。我相信到今日有真侪人每一日灵修，当时我嘛相信有个人可能1个月经过啊，已经安怎？有老高，但是爱继续来持守，毋通亲像所罗门王，拄开始时阵，哇，真威风；拄开始时阵真好看，但是到落尾时阵，无法度来持守。而且咱这只有100日、100天，咱的生命还阁真长、真久。通过这100日的操练，咱会当帮助咱的生命行更较好势，甲上帝拿亲近。所以，这个时阵，咱甲咱隔壁兄弟姊妹讲，咱来持守到落尾。佫来鼓励爱踏入读圣经，佫该鼓励另外一个鼓励爱背上帝的话语。所罗门王伊有智慧，总是伊会晓判断。拄开始时，伊真够判断，哇！讲2个查某人抱一个婴仔来。2个咧翻咧吵，所罗门王真有智慧，就讲这婴仔来破做一半，所以马上就知影谁是真的老母，谁是假的老母。总是到落尾，伊却有法度判断这个甜言蜜语，好听使人的话，伊袂晓判断，所以直到伊家己来袂当持守到落尾。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2章第50到第80节，才有几个重点要互咱的。就是讲，咱毋是爱讨人的欢喜，咱要持守到落尾，你就爱合适这点。做代志毋通讨人的欢喜。有人甲咱拍抱啊，哦，你真牛，你真赞，你就继续做；无人甲你拍抱啊，无人甲你学了，你就袂做，你就失职，你就丧志，袂阁继续做。毋通安尼，爱讨啥？颠倒爱讨迄个饲养咱的心。
会迄位上帝欢喜。意思是讲，上帝要甲你试验，上帝要介意你即个人，伊先甲你试，看你即个人会堪你试无？无人甲你学了，无人甲你报，无人甲你感谢，你犹原要继续。安尼，上帝试了后讲，即个会使，即个是我所欢喜的。所以所罗门王伊的老爸大卫，就是会堪伫上帝的试。等于一个人，伊伫困苦的中间，受到对这困着的中间，伊犹原用伊的真实的心钦调上帝，做上帝所合意的事。所以上帝试了大卫以后，讲这是合我心意的人，我介意伊，我欢喜伊。咱嘛爱学习大卫，总是所罗门王袂堪伫试，这一千个这女子讲好听的话，伫个耳孔边甲伊使人，伊就互伊砍去，离开上帝去拜别的神明，这是上帝所无爱。然后第50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0佫讲，咱的即个试是爱互众人甲上帝来检验，伫人的面头前，大家拢看会到，咱是一个忠心，是一个真实、真诚的人。咱的内底无即个贪心，然后咱的心爱温柔，亲像老母咧摇即个婴仔共款。当老母咧摇即个婴仔，伊袂讲啊，婴仔伫遐咧试你的时阵，讲你甲我坐好，你坐好我才要互你试，我才要捏互你啉。咱袂安尼，咱会即温柔，会安尼来忍受伊，来吞忍伊，因为知影伊是一个婴仔生囝。咱咧服侍人咧对待别人的时阵，嘛是要有即个温柔的心，甚至亲像保罗所讲，连咱的性命拢放煞互伊，咱嘛欢喜，咱嘛甘愿。所以，咱伫真实的第二点，咱爱拒绝这个好听的话，爱选择持守到落尾。第三点，真实就是爱拒绝这个夸口暗藏，选择承认有限。咱爱拒绝这个夸口，拒绝这个暗藏，爱选择的是啥？爱承认咱家己的有限。所罗门王伊的老爸是大卫王，总是大卫王，毋是以色列头一位国王。头一位国王是扫罗王。扫罗王是即个国家以色列国历史上第一位头一个叫高抹做王的王。伊是遮尔荣耀，遮尔有幸。总是伊是头一个叫高抹，但是嘛是头一个叫罢免。叫上帝罢免，这是一个真矛盾的代志。亲像咱台湾嘛，捌拄着，咱的台湾头一个民选的总统，是李登辉，总是头一位是咱代表台湾性的自主性的总统，是这个陈水扁。总是陈水扁伊做总统8年的时间，落尾伊的下台，却互人真失望，互人真失望。扫罗王，伊也亲像安尼经过。为什么扫罗王叫上帝来气煞？咱当对撒母记上卷15章来看去几项事。头一项，伫写上帝指示扫罗王，你爱去甲人争战。佫有上重要，就是甲这亚玛力人甲因争战。因为恁初时要出埃及，这亚玛力人安怎甲恁来困住？安怎甲你迫害？即马上帝要来报应这亚玛力人的身上，所以你这男女、这大人囡仔、这真生、这财产一项，你拢袂当留，爱完全甲伊灭绝。上帝意思爱互亚玛力人对地上完全来灭绝，无阁留任何半项物件。上帝伊要照伊家己的应允来刑罚。总是扫罗王，伊去征战，上帝嘛，互伊得胜。得胜以后，伊许将这上好的牛仔、羊仔，这真心这细羊仔、牛仔囝、羊仔囝，伊拢甲伊家己暗藏留落来。然后先知撒母耳来见扫罗，扫罗一看到撒母耳，讲哇，应邀归互上帝，上帝耶和华交代我的代志，我已经做了啊。完成啊！撒母耳讲奇怪，
我哪会听到羊仔咧咩咩叫的声？我哪会听到牛仔伫遐咧饿的声？即个扫罗王伊嘛反应真紧，伊讲无，这个牛、这个羊是上好的，我专工去拣出来，要摕来献祭，献互耶和华上帝。总是撒母耳甲伊安尼讲上帝伊无拄拄欢喜你这个献祭，因为你无听探伊的话，你无遵探伊的命令，所以第撒母耳才讲听命胜于献祭。你无听探上帝的命令，你献这个祭嘛是对你无利益。所以，因为扫罗王伊做这个代志来干犯着上帝，所以上帝就气杀你，讨厌你做伊的王。上帝不爱你，阁继续互你扫罗来做伊的王。这是互人所看见扫罗伊安怎样来得罪耶和华。伊袂当听探上帝的命令，也袂当顺探上帝伊的旨意。所以上帝讲伊是悖逆，上帝讲伊是顽梗，因为伊气杀耶和华。有的时阵，人会夸口，讲哇，上帝啊！你看我做遮多的服侍，做遮多的侍奉，总是夸口的目的是啥？是为着要暗藏我遮做无好、做毋对的事。扫罗王，伊夸口，你甲先知夸口，伊做了真好，其实是要暗藏伊家己遮个私心、遮个骄傲。所以伫咱的教会中间，检测咱嘛会拄着亲像扫罗王共款。扫罗王伊即款属灵的骄傲，属灵的骄傲。什么是属灵的骄傲？伫圣经内底，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到11章到12章，这个所在连续3章，计甲人教导。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足有温数的教会，因为逐款属灵的温数，总是因袂晓去运用，因运用出来了后，因提出来夸口，成做因的骄傲。所以伫遮第10章的第7节，保罗伫遮讲，看代志的外表，做代志伫服侍。甲看外口的外表，然后佮用上帝予伊的权柄去拆毁别人，无共造就哦。上帝予你权柄做长老，上帝予你权柄做执事，予你做小组长，予你做牧者，总是你用这个权柄去拆毁别人，无去造就别人，甚至佮恐吓别人。我是长老哦，你袂使甲我安怎哦？你也甲我听哦。我是牧师哦，牧师讲的你就爱听。这毋是上帝予咱这个权柄的意思，予咱这个权柄是爱对人有帮助。总是12节到13节，才佮讲，保罗佮讲，因家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和自己比较是不明智的。保罗讲，阮无愿意过分的夸口，总是阮伫上帝所画的界限内面，阮夸口。夸口会使无？会使，但是爱伫上帝所画的即个界限内面，袂当过头夸口。属灵的骄傲就是常常咧看家己，比较，伫遐比较家己。甲别人比较，甲家己比较，伫遐咧伫遐咧照镜，哇！看我的服侍，看我的过去做了偌济，主啊！你看我以前安怎为你做啥物，安怎为你来奉献，以前我安怎为主来做工，一直咧看家己，然后已经超过上帝所画迄条线。上帝迄条线就是一切荣耀爱归乎上帝，却是将这个荣耀藏伫家己的心上。扫罗王伊超越这条线，伊将这个功劳归乎家己，所以检测伊是一个卑微的人。伊过去嘛是一个自卑的人，总是伊对这个自卑变做是骄傲，佮得罪上帝，互伊失去这个真实。所以咱要来想，安怎伫咱的服侍顶头，咱要保持这个真实。哥林多后书后面，佮继续讲，这个真实。伫服侍顶头，要谦卑，要真实，
10章的17节到18节，安尼讲，要夸口就爱夸口主，因为得到欢喜，毋是咱家己夸口，是上帝教咱学乐，是上帝教咱学乐，上帝教咱夸口。意思是讲，咱要伫上帝面头前做好，毋是对你的喙来讲，是爱互上帝讲伫你的心上，互上帝讲伫你的面，讲伫你的耳孔内。上帝讲好，你一个好，尽忠的奴仆，这才是咱真正要夸口的事。上帝毋捌对你安尼讲，咱家己咧讲咱家己偌敖，咧讲咱家己偌好，这毋是合伫上帝。然后11章第9节安尼讲，保罗伊讲，伊为着上帝，为着信道，伊过去安怎谨慎，将来也要继续安尼谨慎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基督的真实，甲基督的疼踮伫伊的内底。伊的谨慎是为着莫会互人绊倒，所以伊的谨慎家己所讲的话，是毋是有夸口？是毋是有超越这条线？是毋是将这个上帝荣耀藏伫家己的心中？互人看袂到上帝，拢咧看到你哦，你咧活高，但是看袂到上帝高，安尼是袂使。所以我爱谨慎，我将来嘛爱继续安尼谨慎。扫罗王伊失去这个谨慎，所以伊袂当做上帝的王，继续搁他做。然后到12章是咱常常所听见的。保罗伊讲，我要夸口，总是我夸口是我的软弱，我的软弱，因为上帝讲。有我的恩，你就教养；有我的恩，你就教养。所以，伊夸口永远是上帝的恩典。伊夸口是伊的软弱，伊的软弱。伊要特别讲啊，我将我的软弱紧暗藏起来，莫互看到；我将我的软弱紧暗藏起来。我讲我遮好的话、好的代志，互恁看袂到，互恁看会到，然后将我过去遮无好的我的软弱暗藏起来。互人看袂到。保罗伊毋是安尼，伊讲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掠软弱、凌辱、艰难、困着、甲困苦，诚做通欢喜的事。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，什么时阵就勇壮，就刚强。所以上帝讲，有我的困难，敌人的软弱要来正伊，要来帮助伊。上帝伊无爱咱来夸口。上帝，伊讲你会使夸口，总是尽量去夸口你的软弱，因为人看到你的软弱，就知影是上帝恩、上帝恩典，甲你三角地带。所以伊伫遮佫继续讲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伊欢喜来面对，欢喜来接受。然后伊有身躯有一支刺，拍伊的身躯到忝忝，这支刺伊3摆求上帝，上帝也将这个刺刷走。总是上帝讲，这支刺虽然是撒旦来、魔鬼来，但是要互你谦卑，互你毋通夸口，要互你谨慎。所以保罗伊讲阿门，安尼上帝，我甘愿这支刺继续伫我的身躯顶。真实是啥物？真实就是要拒绝这夸口，拒绝这暗藏。真实是要选择承认咱家己的软弱。咱家己的不足，甲咱家己的有限，咱会当对扫罗王的心情来看见，这个真重要的功课。最后，真实是要拒绝这批评、论断，要选择为着听来讲实话，为爱而说。真实爱拒绝这批评，拒绝这论断，真实。是选择，因为听的缘故，我要安尼讲，我要安尼来讲出来。伫圣经中间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伊是双生啊，伊是亚伯拉罕的孙，叫做以扫。伊的双生啊兄弟叫做雅各。上帝伫出埃及记调摩西，伫这个何烈山的山顶，摩西问伊讲：啊，上帝你是啥？伊讲：我就是我。我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伊佫讲，我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
雅各的上帝。然后到新约，耶稣咧甲这法利赛人咧辩论，这上帝是死人，毋是这有一个人带嫁互五个翁，这五个翁拢死了后，到底这要嫁互什么人？伫天顶要嫁互什么人？上帝耶稣讲，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甲雅各的上帝。本来第三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。第三个爱改做以扫的上帝，确实为什么上帝将这个名改去？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扫的上帝，却无讲我是以扫的上帝。我毋是以扫的上帝，我是雅各的上帝。因为以扫伊有真侪遮个缺点，伊有真侪遮个无好的所在。咱当然知影，伊为着食。储备伊做大囝的这个名分，总是过一件事是咱较少咧注意。伫创世纪26章，才讲到以扫伊10岁时阵娶某，伊一届娶2个某，娶一个是赫人，一个赫人比利的女儿叫尤低，又另外娶了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，娶2个某。所以咱会当看去，一个翁有2个囝，毋是有2个囝，有2个某，即个家庭会平顺无？我相信王永庆的即个家庭，就互咱看去是一个真好的教导。伊毋敢4个某，外口到伊死了，佫1个某佫走出来，讲我嘛是伊的某，佫出来分财产。一个家庭的纷争吵吵闹闹，变做是咱台湾规个国家在关心媒体在国家遮的新闻。所以，一个家庭的事件有可能变成是举国的新闻，互咱大家拢会去感谢到。总是伫遮圣经讲，伊娶这2个某有好势无？无好势，因为因这3个人，一个翁2个某，3个人，互遮个爸母以撒甲利百加心来忧愁烦恼。咱来看去讲，伫即个家庭中间，充满真侪遮个耳语传舌，真侪遮无好诶话。为什么传舌？咱人开始学人讲话。为什么咱去世界讲人诶长短，就是进入到即个试探。伫箴言诶26章安尼讲，试探即个传舌，分即个遮个纷争，亲像火共款，总是你去学人讲话，去做。遮个造谣，你就是在伫个火顶头搁烘茶，搁来囥茶入面，所以遮个纷争永远煞袂煞。然后21节搁讲，遮爱玩的人、爱吵闹的人，亲像伫火顶头，搁将即个茶囥入面。26节讲，学话的人，亲像遮好食的面，侵入人的腹肚。咱台湾人愈来愈爱食美食。哇！然后这美食食一摆无够，你搁爱去比较讲这滋味偌安怎欠一味加一味，然后爱来描绘的哇，讲亲像这美食偌好食，然后家己食搁无够，搁爱四个去报扬爱报你食倒位啥物好食，这是咱台湾即摆的文化。昨听到这个丹麦一个新闻，讲丹麦要开始抽这个加一项扣一项税，就是这个美食税。你食伤好的、新油的，因为拢会互人肥、互人大块，所以造成国家的负担。因为这健保就要替这人付足多钱，所以即马食可乐啊、汽水啊、这美食啊，拢爱扣税，扣25%加25%，爬线，讲要伫2019年要来推动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思考。总是台湾人爱食美食，总是台湾人嘛爱学人讲话，爱传舌，爱世界讲人的长短。对咱台湾的媒体，咱就知影，对这10年来八卦、伊周刊进入台湾，这10担台湾的整个社会文化，影响偌大，甚至伫教会中间嘛，常常有遮个学人讲话，遮个谣言四处传，没有去跟当事人求证，然后就在背后一直讲，讲咧敢真的共款，这是上无好的。伫咱的言语顶头，咱就要保持这个真实。以弗所书第4章的15节到16节，安尼甲咱讲：
就要用仁爱讲话真实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爱结连伫基督。有时阵人讲话真老实，总是无疼心，一讲话就伤害别人，讲话有刺会插人。总是有的时阵，人讲话真有疼心，完全是白插，无讲老实话。总是要安怎？要阁老实，阁有疼心，就是爱连接基督来看耶稣。耶稣讲话有老实，耶稣讲话有疼心，因为只有整个教会拢有用伫仁爱讲话真实，有疼心，咱才会当伫教会来起造身躯，才身躯的肉才接袂活。咱讲话无老实，会友甲会友中间，大家拢疏远。大家看礼拜二你好平安平安，然后行出去讲，伊叫啥物名？毋知叫啥物名？你有较好无？真好真好。到底是倒位咧问好，嘛毋知影。这就是咱的疏远，咱的问题，因为咱无疼心讲老实话。刚才讲歹势，我袂记你叫啥物名，我会当讲认捌你无？也是讲歹势，我袂记你倒位咧艰苦，你当甲我讲无？咱来合适用疼心讲话是真实。你毋知影就讲毋知，莫阁假知，惊讲家己安尼歹势，好像咱的关系真疏远。大教会就有即款的困扰，咱毋通安尼会友安尼四散，表面上伫礼拜大家拢真好，但是拢毋知影伊发生啥物代志，毋知影伊出啥物问题，伊有啥物款的需要。咱伫遮做伙礼拜，等咧做礼拜，我相信有的人，哇，伊拢逐项无欠缺，真欢喜伫遮。总是我嘛相信有的人坐喺遮，伊是真艰苦、真烦恼，忧头甲面强要翘起。总是咱袂当发现，这是咱的毋对。咱爱用疼心、伫仁爱讲话爱真实，才会百集就爱照伊的节，互相来帮衬，身躯才会当大来，身躯才会当渐渐来长大，伫听内底仁爱家己来起造，建立咱家己，建立咱家己。所以真实啥？真实就是爱拒绝，才会批评，才会论断。真实就是爱选择伫仁爱中间来讲话真实。伫你边，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，爱伫仁爱讲话真实，爱伫仁爱讲话真实。咱就爱合适耶稣，耶稣讲话有仁爱，耶稣讲话有真实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知就讲知。毋知就讲毋知，毋免暗藏，毋免夸口。咱在夸口是咱家己的软正，这四项是咱家己，是咱今日所要学习，嘛是咱的家人文化真实头一点，真侪功课咱爱来做。等咱会当真实，咱就会当无虚假，真实无畏，一生就无悔。真实无畏，一生无悔。1971年。咱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已经要40年的时间。台湾退出联合国，那时阵叫做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。伫迄退出的前一年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自动退出 WCC， 就是普世基督教协会。普世基督教协会今嘛伫全世界有5亿的会员，5亿多的基督徒的会员，有100多个会员国，有300多个宗派。都加入在这个 WCC 内底。为什么要退出这个 WCC？ 因为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看起讲 WCC 竟然开放，或者是共产国家无注重人权的国家的基督徒，伊嘛加入，然后互因入来就开始来宣扬这共产的主义，讲不需要人权，这个代志。所以长老教会有这个看法，所以伫前一年1970年。就退出 WCC， 然后在前3年，1968年就已经去函给 WCC， 讲 WCC， 你就要注重人权，你袂使互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安尼进入到这个 WCC 来宣扬伊的思想，这是咱长老教会所做。1968年，但是 WCC 无听入去，伊继续互这个共产国家的基督徒入来，所以咱伫1970年就退出，隔年。中华民国也退出联合国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联合国。总是伫退出联合国迄当，长老教会
又出了一个国事宣言、国事声明，内底讲两项代志，讲对外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，这是一种亲共的行为，背后就是出卖台湾。好，这是40年前，咱来看，即马亲共，马英九也亲共，咱都无看做是啥物。但是，迄阵是大代志哦，因为美国他来跟中共表示友好，所以长老教会看伊讲安尼哪会对，所以他就出了一个国事声明，说不可以出卖台湾，因为要看重台湾的主权独立，伊也亲共，等于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安尼台湾变做是些归属伫中国的内底，然后对内长老教会国事声明讲，从对内台湾要有推动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，在台澎金马这地方要推动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。咱当想想40年前无人讲这个话，长老教会率先大声讲这个话，伊讲出来哦，无人该拍婆啊，讲长老教会讲了真好。因为要签这个国事声明的时阵，长老教会佫找这个教派浸信会、信公会，迄阵佫无力量台面那么大，还找一些卫理公会，找因这个教派这个主席做伙来签名。这个主席包括周连华牧师，伊本来嘛要签，结果他受到打压，最后一刻伊无签，所以只有长老教会一个人，只有长老教会就自己把这个宣言提出来送交总统府，40年经过之后，那当看起长老教会在40年前的坚持和宣言没有改变，而环境仍然是一样，但是受到很多的批评，受到真多人骂，讲你长老教会是咧台独，恁长老教会拢是咧讲这个政治，总咧开始批评，把长老教会贴标签来定定啦。然后隔年，郭俊明牧师迄阵是总干事，他就又写了一篇声明，讲到底教会该不该关心政治？教会爱涉入这个政治无？伊讲真侪教会的使命，就是爱真侪地上的根、世间的盐，世上光，地上的盐。教会就有责任要做公民的责任。你本身就是爱关心正人的代志。你袂使讲这无真实的代志，这背后有这贪心的这企图意图，你看到，却是你点点无声，不爱讲话。所以1972年，高俊明牧师又发表一个声明，说教会应当要尽他公民的责任，关心政治，但是他没有批评，是选择用爱心说实话。又过了3年，1975年又发表我们的呼吁，呼吁什么？呼吁讲，呼吁咱的政府就要关心这个母语啊，袂使一直来禁这个台语，禁这个台语袂使讲。所以迄阵1975年我拄仔集会，我就是伫迄个环境中间，伫学校讲台语爱罚5块，袂使讲台湾话，讲台语是少落伍的代志，很低俗的事情。阮伫台北受教育拢是受这款的，所以禁说台语，请说国语。所以我到即马台语还阁是真含慢，但是咱的下一代愈来愈含慢，阮的囝强要听无，所以就爱靠这阿公阿嬷来的时阵，尽量甲伊讲这台语，互伊知影咧讲啥物。总是咱即马台湾的教育开始回头推行母语，但是咱35年前、36年前，长老教会就已经呼吁，在呼吁，就爱来保存母语，然后族群爱关心，这族群。这原住民，你袂当来通化通治，互伊无去。原住民要关心，迄阵咱无叫原住民，迄阵叫啥？番仔，叫山地人、山地人啊，迄种番仔，关于什么族的，什么赛德克巴莱，哪有迄族？但是长老教会率先承认这些族群。咱的长老教会内底，咱的国家还没14族，长老教会已经有14族，14族，而且这圣经，咱的遮做礼拜，长老教会。礼拜日在做礼拜，有17种的语言在敬拜哦。这是长老教会的，就是在每个主日都有17种的语言在敬拜上帝。这是咱长老教会这36年来的努力的成果，还有人权和人性。这是咱教会所看重的。还有到1977年
人权宣言，讲台湾迄种1700人、1700万人的人权，国际要看重，你袂使无听因的声，无听因的声，总是真遗憾。好，到今日，好，我们台湾的声音已经不是1700万的声音，2300万的声音，在国际上是零，在国际上是 zero， 无声。你想去无人听，你伫遐咧流目屎，无人甲你安息，无人甲你安慰。台湾伫国际上是无声，台湾要有声啊，就是靠这棒球，靠这高尔夫球，靠这比赛。但是迄拢是暂时短期，你真正要甲伫台湾伫国际社会顶头，是没有办法平起平坐，是受到打压和歧视。长老教会在30几年前，就因为用疼心的仁爱来恭维珍惜，所以发表了国事声明。我们的呼吁人权宣言，从此以后这40年来都被贴标签。贴标签，恁就是台独，恁就是日式的啊，恁就是这个插政治的行街头的。好，这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心中的一支刺，一根刺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总是咱有甘愿，因为咱知影。咱们是要讨人的欢喜，是要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望咱的迦南教会会当传承长老教会这个真实的传统，这个真实的文化。咱做人真实，对人真实，对上帝真实，互咱会当真正互上帝所欢喜、所紧调，咱会当勇敢来为主做干净。为主做见证，让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阮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互阮当成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份子。阮知影长老教会这40年来，去用大标签，甚至1979年的时阵，美丽岛的事件，长老教会有真侪牧师受关、受掠、受鞭拍、受困着，总是因拢有一个真实的心，就是要对上帝真实，对人真实。上帝帮助阮，会当伫律法的顶头，会当选择正直；伫判断的顶头，会当选择真实，持守到落尾；伫服侍的顶头，会当选择真实。承认家己的有限，伫讲话顶头，我当选择真实；伫仁爱讲话来真实。求上帝帮助阮，阮有一个真实的生命、真实的文化，会当来影响家己、影响别人、影响阮的家庭、影响阮的社会，来影响阮的国家。阮这个时阵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真实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定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日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根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门。